英國邪靈娃娃招來厄運，3歲同詭異舉動背後隱藏驚人真相。各位觀眾大家好啊，我係泡泡，又到咗網絡補血站嘅時間啦。英國一個叫做諾曼嘅娃娃，唔單止被稱為英國最受詛咒嘅娃娃，仲疑似同一位3歲男童進行咗神秘嘅互動。究竟呢個娃娃係咪真係擁有邪惡力量，定抑或只係一場精心策劃嘅騙局？今日就等泡泡帶大家深入了解呢個撲朔迷離嘅事件。故事嘅主角係一位靈異獵人 Candice Collins， 佢喺網上拍賣平台 eBay 以260美元購入咗呢個名為諾曼嘅娃娃。諾曼擁有嬰兒般嘅面孔，但係佢嘅前主人 Christian Hawksworth 就將佢形容為帶來厄運嘅惡魔娃娃。點解佢會咁講呢？原來 Hawksworth 喺古董店買咗諾曼之後，就開始遇到一連串嘅不幸事件，包括盲腸炎、俾人開槍、交通意外，甚至人工大幅減少。種種事件令佢相信，所有不幸都係因為諾曼帶嚟嘅，所以決定將佢賣走。Collins 收到諾曼之後，都感受到呢個娃娃嘅詭異之處。佢話一打開裝住娃娃嘅箱，成間房嘅溫度瞬間下降，空氣變得異常壓抑。佢直覺話諾曼身上肯定有古怪，為咗安全起見，佢將諾曼放咗入一個玻璃箱，仲放咗啲聖水喺入面。更令人心寒嘅係 Collins 嘅3歲仔竟然好似同諾曼有交流。佢話聽到個仔好似同其他人講嘢，仲會無啦啦笑，場面非常詭異。唔單止咁 ，Collins 嘅健康狀況亦都開始變差。佢患上咗關節炎，長期頭痛，身上仲會無故出現瘀傷，背脊仲有一條好深嘅爪痕。泡泡喺度想同大家分析下，諾曼帶嚟嘅厄運究竟係咪真係超自然力量作祟？我認為娃娃經常被視為靈體依附嘅對象。因為娃娃嘅外形似人，靈體容易將自己投射喺娃娃身上。特別係古董娃娃，因為經過長時間嘅流傳，接觸過唔同嘅人，更容易吸收到唔同嘅能量，包括靈體嘅能量。當然，我哋亦都唔可以排除佢係心理作用嘅可能性。佢本身就係靈異愛好者，對超自然現象好敏感，可能因為咁先入為主咁認為娃娃係邪惡嘅，令到自己產生咗一啲幻覺同心理暗示。雖然娃娃諾曼帶嚟嘅一連串事件令人毛骨悚然，但係柯林斯並冇放棄佢。佢希望可以同諾曼共存，甚至嘗試驅除佢身上嘅邪惡力量。究竟佢會成功定係會遭遇更多恐怖事件？我哋只能夠拭目以待。但係無論結果如何，諾曼嘅故事都提醒咗我哋要保持對未知世界嘅敬畏之心，唔好輕易挑戰靈界嘅力量。今集就講到呢一度，下一集會繼續帶俾大家更多精彩嘅內容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同俾個 like 啦。